Hello，今條片同大家去分享關於財星嘅特別意義。八字嘅財星除咗代表我哋都知道嘅錢財、物產、女朋友、老婆之外，其實好多嘅人都唔了解財星嘅另一層意義。冇錯，就係感受，亦即係話，當財好嘅時候，你會對事情嘅結果感到滿意；但係當財唔好嘅時候，你會有遺憾、事與願違、唔滿意等嘅負面感受。同樣嘅八字，同樣嘅財運，喺唔同貧富嘅地區嚟講，所體現出嚟嘅價值觀似乎都係高度一致。當財運好嘅時候，即使生活在貧困地區嘅人，佢都會感受到心滿意足。當財運唔好嘅時候，盡管你富裕出身，亦都係容易感到唔滿意，未如理想，未能達到自己嘅目標。因為財就係代表住我哋人嘅感受，對人事物嘅感覺，所以八字並冇限制我哋嘅成就。當財運好嘅時候，我哋不妨將目標提高一啲，以便我哋獲得更好嘅成果。拜拜。